星老師講故事。小朋友大家好，我係星星老師。你哋覺得要響比賽中勝出，需要具備乜嘢能力呢？今日星星老師要講一個關於努力同合作嘅故仔，叫做龜兔賽跑。響森林入面，有隻驕傲嘅兔仔成日取笑其他動物。有一日佢捉住烏龜，話要同佢比賽鬥快。比賽一開始，兔仔就飛咁快咁向住終點跑，眨下眼已經將烏龜遠遠拋離。佢一口氣跑過幾個山頭，響山頂上擰轉面一睇，烏龜仲係響另一座山慢慢爬緊過嚟。兔仔心諗烏龜有排都未爬到嚟，瞓個覺先都得啦。點知瞓得太冧，連烏龜過咗佢頭都唔知。到佢一扎醒，發現烏龜已經走咗好遠，當堂急起直追。不過距離實在太遠，兔仔點追都追唔到。最後烏龜憑住努力同堅持贏咗比賽。兔仔好唔忿氣，即刻捉住烏龜，要求烏龜同佢再比賽一次。烏龜諗咗一陣就應承咗兔仔，不過條件就係比賽路線要由自己定。到咗比賽嗰日，兔仔唔敢再大意，準備好一鼓作氣直接跑到終點去贏個比賽。因為上次嘅教訓，兔仔今次唔再理會同烏龜嘅距離，一心專注向前跑。點知比賽需要跨越一條河流，而兔仔因為唔識游水，響岸邊不知所措。烏龜追上嚟之後就跳落河游去對岸，而佢揀呢條賽道都係因為有河流呢個天然屏障。烏龜衝過終點，證明以自己嘅長處成功再次勝出比賽。兔仔心情好失落，發覺就算跑得快同好努力，都唔一定會贏到比賽。而烏龜解釋其實每個人都有長處短處，再邀請兔仔一齊參加森林接力賽。今次比賽就係發揮兩個人嘅長處，同埋講求合作精神嘅場合。森林接力大賽嘅起點係響河流開始，而烏龜同其他熟悉水性嘅動物首先出發。第一棒嘅烏龜雖然唔係游得好快，但係佢相信兔仔有能力超越其他選手。憑住靈活嘅身材，兔仔響森林入面避開障礙物高速奔跑。佢利用自己細小而快捷嘅長處，成功追過其他選手，第一個到達終點衝線。聽完呢個故事，小朋友對輸贏有冇新嘅睇法啊？個古仔教識我哋，每個人都有長處，總有合適嘅地方發揮所長，而通過合作仲可以互補不足添。好啦，故事已經講完，我哋下次再見。廣東話教室，小朋友，今日星星老師教你哋點用個左字。左有個同音字係用嚟指示方向，例如指示左右兩邊之外，佢仲可以用嚟突顯已經發生或者已經過去嘅事情。好似當有人問你，小朋友，你食咗飯未啊？如果已經完成食飯，你可以回答我食咗啦。其他常用記詞就好似出了去，我哋會叫做出咗去；去了公園玩耍叫做去咗公園玩；看了電視叫做睇咗電視等等。聰明嘅小朋友，相信你哋一定學識咗點用呢個字啦。記住一陣要做好功課，唔好等老師問你做咗功課未嗰陣，你仲答佢未做好，因為頭先瞓着咗咁啊。今日時間又到啦，我哋下次再見。